美国总统 Trump 原本打算甲罗西亚总统普丁见面来讨论陆乌停战的代志，不过 Trump 伫日刷表示，这会谈已经取消，因为伊无想要浪费时间。另外，在欧洲甲乌克兰嘛，正咧制定和平方案，希望罗西亚会当接受，促成停火。 美国总统川普2日伫咧白宫和记者问讲，为什么要暂停甲罗西亚总统普京伫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会谈？川普讲，伊无想要浪费时间。 No, I don't want to have a wasted meeting. I don't want to have a waste of time. So I'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 did all of these great deals, great peace deals. They're all peace deals. Agreements, solid agreements, every one of them. But 为了要推上热和谈，川普8月甲普京伫阿拉斯加见面，因果无重大突破。川普最近阁宣布，计划要甲普京伫匈牙利布达佩斯见面，希望会当结束热战争。美国国务卿鲁比欧20为这件代志，甲罗西亚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因果电话讲线见面的计划就暂停。BBC 报道，罗西亚要求伤多，和美国认为川普无法度伫咧布达佩斯达成协议。因果川普2日强调无放弃做中人，会赶紧公布美国政府的做法。you never know what's going to happen. But a lot of things are happening on that front, on the war front with Ukraine and Russia. And we'll be notified over the next 2 days as to what we're doing. Did you hear a lot of things are happening. Did you hear something from the president? 川普顶礼拜伫咧白宫，搁再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见面。川普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政府回弹，并且伫会后讲，希望两个国家会当原地停战。真侪媒体报道，川普伫咧会谈的时阵，一直对泽伦斯基施加压力，要求乌克兰放弃守长期的土地。现场气氛无啥好。拉夫罗夫2日是强调，要互罗西亚甲乌克兰达成永久和平的条件，一直拢无变过。 包括乌克兰袂当有核子武器，袂使加入北约，北约也会承诺停止向东边扩张，而且互伫乌克兰讲罗西亚为民众完成的保护。另外，欧洲几落个国家正甲乌克兰合作制定一项12点的提案，希望罗西亚沿着这卖战线停火。根据提案的内容，若是罗西亚甲乌克兰同意停火，并且答应停止向前线国推杀，所有被经济转移的乌克兰的囡仔将会转去乌克兰。 双方交换战俘，因为乌克兰也会得到安全保护加中间的资金，加速加入欧盟。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辑。